出埃及記今日我哋會嚟睇第16章嘅經文。我們今天要看16章的經文。我哋嘅題目就係感謝且感激。我們的題目是感謝且感激。感謝同埋感激有類似嘅意思。感謝呢和感激呢有相近的意思。很多時候可以互相交換嚟做使用。很多時候可以交叉的使用。但係感謝同感激之間亦都有啲嘅分別。但是感謝和感激之間呢有一些區別。感謝就係為到你所得到嘅一啲嘅好處嚟到作出回應。感謝呢就是為了你得到的一些好處做出一些回應。例如你喺餐廳食飯嘅時候，有侍應生將食物攞到你嘅面前，你就會講聲多謝唔該。有時候在餐廳裏面吃飯，服務生拿食物上來的時候，就會不自然的、也不自主的說一聲謝謝。但係感激係一種比較深層嘅情緒表達。但是呢，感激呢是一個深層次的一個情緒的表達方法。例如話我哋當中好多係做緊嘢嘅弟兄姊妹。比如說我們當中很多工作的弟兄姐妹們。當你聽到有一間大公司大批裁員嘅時候，你就會感激神俾你有一份工作。當你聽到大公司有很多個員工被裁員的時候，你內心會覺得我非常感激神給了我一份工作。喺今日嘅故事當中，在今天的故事當中，我哋嚟到睇下以色列人佢哋對於神有冇感謝同埋感激。我們來看看以色列人他對於神有沒有感謝。稍微交代一下當時嘅背景。記得當時的一些背景。當時佢哋離開埃及大概1個月嘅時間。當時他們離開埃及大概是1個月的時間。神拯救佢哋脫離呢個為奴之地。神拯救他們脫離這個為奴之地。佢哋喺埃及過咗400年嘅奴役嘅生涯。他們在埃及過了400年的奴役的生活。聖經話當時候男士有60萬嘅人。當時男士呢有60萬。如果我哋假設一個男士佢哋係一家4口嘅話，如果我們假設一個男士有一家4口，所以大概就超過200萬咁多人。大概就有200萬之眾。神正係帶領佢哋去到迦南地。神就是帶領他們到迦南地。神即將要實現佢對亞伯拉罕嘅應許。神呢就即將要實現他對亞伯拉罕的應許。將呢個迦南地賜俾佢嘅後代。將這個迦南地賜給他們的後裔。但係面前嘅道路，佢哋仍然有好多嘅挑戰。但是面前的道路，他們依然有很多的挑戰。最簡單，200萬人每日都要食嘢飲水。最簡單的200多萬人每天吃飯喝水。去邊度揾咁多水？邊度揾咁多食物？哪裡找這麼多的食物？哪裡找這麼多的水？記得埃及同埋迦南地之間係一片曠野。記得埃及和迦南地之間是一片的曠野。佢哋去邊度揾咁多食物？上哪裡去找這麼多的食物呢？去邊度揾足夠嘅水？去哪裡找到足夠的水源？一個簡單嘅答案就係佢哋必須要倚靠神。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他們必須要倚靠神。同樣，當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嘅時候，同樣我們今天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哋喺生命歷程當中亦都需要嚟到倚靠神。我們在生命的歷程當中，一樣要依靠神。神拯救咗我哋脫離咗罪嘅捆綁。神拯救我們脫離了罪的捆綁。我哋知道將來我哋去天家。我們將來會到天家。但係我哋仍然喺世上生活嘅時候，我們仍然在世上生活的時候，我哋每一日都需要嚟到依靠神。我們每一天都需要依靠神。我哋每一日都要憑信心而活。我們每天憑信心而活。因此，當我哋承認神係我哋嘅供應嘅源頭嘅時候，因此當我們承認神是我們供應的源頭的時候，我哋就能夠帶咗一個感激同埋感謝嘅心嚟到生活。我們才能夠帶一個感謝和感激的心去生活。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們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，我哋用3個用詞嚟到形容呢段經文。我們用3個詞來形容這段經文。第一個用詞就係定時嘅問題。第一個是定時的問題。當以色列人碰到困難嘅時候，就會出現一個定時嘅問題嚟到做回應。他們就定時做出回應。佢就會埋怨。他們就會埋怨。我哋先嚟睇第2節到第3節。我們先來看第2和第3節。出埃及記嘅16章第2節。16章2到3節。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、亞倫發怨言說：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，耶和華的手下，
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，吃得飽足。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，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咯。然之後我哋跳到第6節，第6到第8節。第6到第8節。摩西亞倫對以色列眾人說：到了晚上，你們要知道是耶和華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。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，因為耶和華聽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言了。我們算什麼？你們竟向我們發怨言呢？摩西又說：耶和華晚上必給你們肉吃，早晨必給你們食物得飽，因為你們向耶和華發的怨言，他都聽見了。我們算什麼？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，乃是向耶和華發的。呢啲以色列人好似一群嘅不滿嘅顧客。這些以色列人就像一群不滿的顧客。聖經記載話，聖經記載說，從佢哋喺曠野40年當中，在他們曠野的40年當中，佢哋10次嘅埋怨神，他們10次的埋怨神，10次嘅嚟到試探神，10次來試探神。其實呢次已經係佢哋第3次發怨言。這一次呢，其實是他們第3次的埋怨。第一次嘅埋怨係發生佢哋啱啱出咗埃及嘅時候。第一次埋怨是發生他們剛剛出埃及嘅時候。有埃及嘅追兵嚟到追趕佢哋。埃及嘅追兵追趕他們。佢哋嗌救命啊！佢哋喊救命啊！哎呀，神點解將我哋帶出嚟啊？神為什麼要將我們帶出來呢？要我哋死喺曠野咩？要我們死在曠野嗎？神就拯救佢哋，神就拯救他們，將紅海分開，將紅海分開。然之後第2次發怨言，第2次發怨言，佢哋嚟到埋怨泉水係鹹嘅，他們埋怨那個水是鹹的。於是神就吩咐摩西嚟到行神蹟。於是呢，神就吩咐摩西行神蹟，將嗰啲水變成可以飲用，將那水呢變成可以飲用的。今日嘅經文係佢哋第3次發怨言。今天的經文是他們第3次發怨言。佢哋埋怨唔夠嘢食。他們埋怨那個不夠吃。我哋聽下佢哋點樣嚟到形容呢個情形。我們聽一下他們是怎樣形容這個情形。第3節。第3節。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耶和華的手下，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，吃得飽足。你們將我們領出嚟到這曠野，是要叫我們全會眾都餓死哦。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，耶和華的手下，那時候我們坐在肉鍋旁邊，吃得飽足。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，是要叫我們全會眾都餓死啊！嗱，聖經從來冇記載佢哋喺埃及係咪日日都拆呢個自助大餐嚇？聖經沒有記載，他們是不是每天都去那 buffet？所以我哋唔知道佢哋到底當時候情形係咪日日都咁食大餐？當然聖經沒有記載，他們是不是天天吃大餐？但係唔通佢哋忘記咗佢哋過去400年都喺埃及做奴隸咩？但是他們怎麼忘記了他們400年都在埃及做奴隸？佢哋被逼做苦工。他們被迫做苦工。唔通佢哋真係想翻去埃及做奴隸啊？難道他們真的想回到埃及做奴隸嗎？然之後佢哋到底去向邊個嚟到發怨言呢？那他們到底是向誰發怨言？發怨言呢個用詞喺呢章嘅經文出現咗8次。發怨言這個詞呢，在這一章嘅經文裡面出現了8次。其中2次佢哋係直接對住摩西同埋亞倫發怨言。其中2次他們是對摩西和亞倫發怨言。另外6次佢哋係向神嚟到發怨言。另外6次他們是向神發怨言。但係就算佢哋表面上係責怪摩西亞倫，就算他們對摩西和亞倫發怨言，其實都係佢哋係嚟到去埋怨神。其實他們都是埋怨神。佢哋問神：哎呀，神啊，點解帶我哋出嚟啊？佢埋怨神說：哎呀，你怎麼把我們帶出來呢？真係想我哋餓死咩？真的要讓我們餓死嗎？今日喺我哋生活當中，今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，我哋經常碰到一啲發怨言嘅人。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發怨言嘅人。例如你喺屋企做領袖，你在家裡面做領導，在工作場所做領袖，在工作場所裡面做領導，或者係喺教會做領袖，或者在教會裡面做領袖，好容易都會碰到一啲發怨言嘅人。很容易都會碰到一些發怨言嘅人。當你做領袖嘅時候，你就要有智慧。當你做領袖嘅時候，你應該有智慧。你要分辨到底嗰啲怨言係嘅內容係乜嘢？你要分辨那些發怨言的內容是什麼？到底發怨言嘅人話，我係唔滿意呢件事情，
定還是可唔滿意你？他們發怨言到底是不滿意這個事，還是不滿意那個人？如果你將所有嘅事情都攬喺身上嘅時候，如果你將所有的事情都攬在自己的身上，你就會覺得呢個重擔非常嘅重，你就覺得這個擔子非常的重，你就好容易被怨言所打倒。你就很容易被怨言所打倒。同樣，人嘅本性係常常係專注喺負面嘅事情，唔係喺正面嘅事情。還有人的本性呢，是往往會專注於負面，而不是正面的事情上。然之後，人好容易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將啲問題誇大。人呢很容易像以色列人一樣，將這些問題無限的誇大。有時候人會發現話：哎呀，點解你經常都係咁樣㗎？有時候發現說，你怎麼老是這樣？喂，點解你永遠都唔會改啊？為什麼你永遠都不改？將事情誇張。將呢事情誇張。所以呢啲負面嘅言論就好容易會影響群體嘅情緒。這負面的言論呢，就很容易影響群體的情緒。摩西、亞倫只係得佢哋兩個人，摩西、亞倫他們兩個人，佢哋要面對200萬啲怨夫同埋怨婦啊！他們要面對200萬的怨夫怨婦。我哋都諗下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哋從呢段經文當中學到咩嘅功課？我們從這段經文裡面可以學到什麼功課呢？我就提出幾方面。有幾方面。首先，我哋唔應該翻去我哋以前嘅埃及。首先，我們不要回到過去的埃及，因為神已經拯救咗我哋。因為神已經拯救了我們。以色列人佢哋仲懷念喺埃及嘅日子。但以色列人還懷念在埃及的日子。喺嗰陣時食大餐，那時候吃大餐，好舒服啊，很舒服。但係佢哋忘記咗過去嘅痛苦同埋壓迫。但他們忘記了過去的痛苦和壓迫。喺過去嘅時間，佢哋太習慣受嗰啲工頭嘅壓迫。在過去的日子，他們太習慣受工頭的壓迫。諗都唔使諗點樣做嘢，有工頭命令佢哋做嘢。想都不用想，就有那個工頭命令他們做事情。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，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，喺屬靈嘅意義上面，在屬靈的意義上，埃及就係過去我哋仲未認識神之前嘅光景。埃及就是我們過去還沒有認識神的光景。過去我哋習慣咗犯罪，過去我們習慣犯罪，因為犯罪可以帶俾我哋一啲嘅短暫嘅好處。因為犯罪呢可以給我們帶來短暫的好處。例如話講大話可以逃避責任，比如說是說謊可以逃避責任，欺騙可以慳錢。欺騙呢可以省錢。但係我哋作為基督徒，但是我們作為基督徒，我哋喺主裏邊已經有新嘅生命。我們在主裡面已經有新的生命。我哋唔應該再聽從我哋過去嘅主人魔鬼撒旦。我們不應該聽從過去的主人魔鬼撒旦。我哋應該討主嘅喜悅。我們應該討主喜悅。第二個屬靈嘅功課。第二個屬靈的功課。困難係成長嘅機會。困難是成長的機會。我哋諗下嗰陣時以色列人點解佢哋會喺曠野？我們想想當時以色列人為什麼在曠野？佢哋唔係去旅遊觀光哦。他們不是去旅遊去觀光。神要帶領佢哋進入應許之地。神要帶領他們去進入應許之地。因此佢哋必須要信服神。因此呢，他們必須要順服神。憑信心而行。憑信心而行。否則嘅話，佢哋就一世都會困喺曠野裏邊。否則他們一輩子都要困在曠野裡面。同樣，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同樣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，可能神有功課要我哋學習，可能神有功課讓我們要學習，可能要增加我哋嘅信心，可能要增加我們的信心。而且話屬靈嘅成長就好似讀書升班一樣。屬靈的成長就像我們讀書升學一樣。冇人一世都會維持喺小學嘅階段。沒有人的一輩子呢就停留在小學階段。雖然小學嘅課程非常簡單，雖然小學課程很簡單，學生學代數係為咗準備以後學微積分。學生學代數是為了以後學微積分。同樣，當你喺工作嘅場所嘅時候，同樣當我們在工作的場所的時候，神可能俾你一個機會嚟到去升職，神可能給你一個機會去升職，俾到你有更重要嘅責任，給你更多的責任。但係如果你只滿足於你5年前所學到嘅嘢嘅時候，如果你只滿足於5年前所學到的東西，你就一世都唔會升級。那你一輩子都沒辦法升職。甚至有時候神會透過一啲特別嘅情況嚟到考驗我哋。
甚至神會透過一些特別的情況來考驗我們，譬如話裁員，比如說裁員，譬如話要搬屋，比如說要搬家，甚至係一啲輕微嘅病患。或者是輕微的一些疾病，呢啲事情就讓我哋能夠保持謙卑，這些事情就會讓我們保持謙卑，我哋先會明白到原來有啲情形係我哋冇辦法預計、冇辦法控制嘅。我們就會明白有些情況是我們沒有辦法預計、沒有辦法控制的。因此神要求我哋無論碰到咩事情都要信靠佢。因此呢，神就要我們不管碰到什麼事情都要信靠他。當神話要去下一個站嘅時候，我哋就跟隨神嘅嘅指引。當神說我們要到下一站的時候，我們就要聽從神的指引。因此我哋睇到呢班以色列人佢哋發怨言，我們聽到以色列這幫人在發怨言，但係神對佢哋仍然保持有忍耐嘅心，但神對他們仍然保持有耐心，甚至神向佢哋施憐憫，甚至神向他們施憐憫，供應俾佢為佢哋準備及時嘅供應。為他們準備及時的供應。經文話以色列人想食肉，經文說以色列人想吃肉，於是神就賜俾佢哋有鵪鶉雀仔。因此神呢就賜給他們鵪鶉。但係呢啲次嘅肉可能係唯一一次神供應俾佢哋肉。他們吃的肉呢，有可能是唯一一次的肉。以後喺民數記往後嘅發展，神再次供應肉俾佢哋食。在民數記裡面就說到以後，神還會供應肉給他們。但係今日我哋嘅重點係放喺神每日俾佢哋嘅供應。但今天我們是注重在神每天給他們的供應。我哋睇第4節到第5節。我們看第4到第5節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。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了第6天，他們要把所收進來的預備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1倍。呢度有幾個重點，我哋值得注意。這裡呢有幾個重點值得我們注意。呢個食物係從天而降。這個食物呢是從天而降。第二，神每一日都有新嘅供應。第二呢，神每一天都有供應。第三，神限定佢哋每一日只能夠收取嗰一日嘅份量。第三，神就限定他們每天只能收取限量的供應。神話每日佢哋每一個人可以收嘅份量叫做1俄梅爾。神就說每天供應的分量是1個俄梅爾，大概係半加侖或者2公升嘅容量。大概是半加侖或者是2公升的量。第四方面，神允許佢哋喺每一個禮拜嘅第6日可以收取雙倍嘅份量。神允許他們在第6天收取雙倍的分量。因為第7日係安息日。因為第7天是安息日。神要佢哋休息。神要他們休息。所以神喺第7日唔會供應糧食俾佢哋。因此呢，在第7日，神不會供應糧食給他們。到底呢個係咩嘅食物啊？到底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食物呢？第31節話俾我哋聽個答案。第31節說給我們的答案。這食物以色列家叫嗎哪，樣子像圓鬚子，顏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參蜜的薄餅。這個食物以色列家叫嗎哪，樣子呢像圓鬚子，顏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參蜜的薄餅。嗎哪就好似一啲植物嘅種子咁樣。嗎哪呢就像植物的種子，每一日從天而降，每天從天而降，就喺地上邊好似一層嘅薄霜咁樣。就在地上呢，好像鋪了一層薄薄的霜一樣。於是以色列人就問：乜嘢嚟㗎？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就說：這是什麼？於是佢哋將呢個食物就叫做嗎哪。因此呢，他們就將這種食物叫做嗎哪。嗎哪喺希伯來文嘅意思就係乜嘢嚟㗎？嗎哪在希伯來文裡面，在希伯來語裡面就說：這是什麼？因為佢哋唔知係乜嘢嚟嘅，佢所以就叫做乜嘢嚟嘅。因為他們不知道叫什麼，就把它叫做這叫什麼。然之後經文話呢個嗎哪係甜有甜味嘅。經文說這個嗎哪有點甜味兒。於是以色列人就將嗎哪執起佢。因此以色列人將嗎哪那個收起來。然之後磨成粉。然後就磨成粉。然之後可以用嚟做餅。然後用來攤成薄餅。喺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第3個屬靈嘅功課。因此呢，我們可以得出第3個功課。
工作係領受神祝福一個積極嘅方法。工作是我們那個神祝福的一個方法。嗎哪係神嘅恩賜，瑪納呢是神的恩賜，但以色列人需要做工先至能夠將嗎哪變成食物。但以色列人必須要做工才能將瑪納做成食物，佢哋要將佢執，將它們剪起來，然之後磨成粉，磨成粉，然之後焗餅。然後呢做成蔥油餅。葱油餅喺一條葱睇前啊！以色列人唔可能期望話係擔高頭擘大個口然之後嗎哪就跌落嚟。以色列人不可能是張開嘴巴就張開嘴巴瑪納就跑到你嘴裡面去。工作係領受神祝福嘅方法。工作呢是領受神祝福的方法。喺今日嘅世界，在今天的世界裡，好多人覺得工作係一種折磨。很多人覺得工作是種折磨，所以佢哋認為最醒目嘅人咧，就係賺錢最快、可以最早退休嘅人就係最醒目。最聰明的人就是多賺錢、早退休。退咗休就唔使做啦。退休就不用幹活了。但係聖經唔係咁講喎。但聖經不是這樣說的。神賜俾我哋有聰明才幹可以工作。神賜給我們聰明才幹可以工作。例如話你可以發明一啲新產品，可以發明一些新的產品，解決一啲潛在嘅問題，解決一些潛在的問題，或者係服務其他人。或者是服務他人。任何嘅成就都可以帶俾你有滿足感。任何的成就都可以帶給你滿足感。工作使到我哋人能夠保持有生產力。工作可以使我們人保持有生產力。因此工作本身亦都係神嘅祝福。因此工作本身就是神的祝福。於是神俾到以色列人有關嗎哪嘅詳細嘅指示。因此呢，神給了以色列人嗎哪詳細的指示。然之後神講清楚話呢個嗎哪係對於佢哋信心嘅一個考驗。神說這個嗎哪是對以色列人信心的考驗。所以結果佢哋有冇聽神嘅話？結果他們有沒有聽神的話呢？簡單嚟講就係冇。簡單的說沒有。第一個問題出現喺19節到20節。第一個問題出現在19到20節。19節。第19節。摩西對他們說所收的不許什麼人留到早晨，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，內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蟲變臭了。摩西便向他們發怒。我哋睇到有啲人貪心。我們看到有些人貪心，佢哋收取每一日超過神預定俾佢嘅分量。他們收取了每一天超過神吩咐的分量。結果隔夜之後生蟲變臭。結果呢，第二天呢就生蟲變臭了。神供應俾所有人有充足嘅糧食。神供應給每個人有充足的糧食。所以佢哋唔使打崩頭去搶住去執。他們不用擠破頭去搶。但係當佢哋執咗足夠嘅份量之後，當他們撿到足夠的分量嘅時候，仲有好多嗎哪喎。他們看到還有很多嗎哪。點解唔攞多啲啫？為什麼不多拿一點呢？呢即係咪人就係有嗰個貪心嘅心態？人就是有這樣貪心的心態。當你週末去 Costco 嘅時候，就會碰到咁樣嘅人。我們週末去 Costco 就碰到有這樣的人。好多人週末嘅時候就去 Costco 食飯。很多人週末去 Costco 吃飯。免費午餐。免費試吃。點解免費㗎？為什麼是免費的？試食啊嘛。試吃。哇！周圍有好多嘢食。周圍有很多的試吃。哇！食飽仲有好多喎。吃飽了還很多。再食。再轉一圈。然之後有啲人就好開心啊，推住個購物個車仔咁就周圍走。很多人就推着那個購物車呢遊車河。然後睇個錶，我今日喺 Costco 行咗成1000步啊！他今天我走了1000步。但佢忘記咗佢喺 Costco 食咗1000個卡路里嘅嘢食。他們忘記了他們在 Costco 吃了1000卡的食物。所以以色列人好多人貪心。所以以色列很多人貪心。但係另外有啲人佢哋擔心。但是很多人他們擔心。我睇26、27節。看第16和27節。6日可以收取，第7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沒有了。第7天，百姓中有人出去收取，什麼也找不着。有啲人擔心冇嘢食。有些人擔心沒有東西吃。擔心，哎呀，今日執完啲嗎哪之後，第二日冇點算啊？
有人就擔心今天剪完了，明天沒有了，怎麼辦？所以神已經同佢哋講好咗話，安息日唔會有嗎哪。神已經事先跟他們說好，今天不會有嗎哪，但佢哋唔相信，但他們不相信，佢哋擔心，擔心。所以安息日仍然出去執，安息日呢仍然出去撿，結果乜都執唔到。結果呢啥都沒有。神向佢哋保證，神向他們保證，神會為佢哋保存糧食。神為他們保存糧食。所以佢哋安息日唔使出去執嘢食。安息日他們不用到外面去撿東西吃。神要求佢哋之前一日執2倍嘅糧食。神要求他們星期六要拿雙倍嘅糧食。然之後我哋喺睇24節嘅時候，發現一個好奇妙嘅情形。我們看在第24節看到一個很奇妙嘅事情。Let's see. Oh, I'm sorry. 對不起。好，24節24節，他們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裏頭也沒有蟲子。他們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裡面也沒有蟲子。呢句經文係講到安息日嘅情形。這個經文是講到安息日的情形。所以當佢哋唔聽神嘅命令嘅時候，當他們不聽神的命令的時候，當佢哋囤積食物嘅時候，當他們囤積那個食物的時候，第2日食物就變壞。第二天食物就變壞。但係當佢哋聽從神嘅命令，當他們聽從神的命令，安息日之前執2倍嘅食物，安息日之前撿2倍的食物，第2日食物仍然保持新鮮。第二天食物仍然保持新鮮。因此，當佢哋聽從神嘅命令嘅時候，因此呢，當他們聽從神的命令的時候，神就會為佢哋預備糧食。神就會為他們預備糧食。從中，神為佢哋安排一個新嘅生活節奏。從此呢，神為他們安排一個新的生活節奏。6日工作，1日休息。6天工作，1天休息。安息日唔只係使到佢哋可以停止工作，可以休息。安息日不光是讓他們停止工作，可以休息。安息日更重要嘅就係等佢哋有一日可以專心嚟到敬拜神。安息日是讓他們有一天可以專心的敬拜神。後來神喺佢嘅律法當中亦都制定咗安息日嘅一啲嘅規條。後來神在以後的律法中也規定了安息日的一些規定。喺呢度我哋睇到第4個屬靈嘅功課。在這裡呢，我們就看到第4個屬靈的功課，就係話工作有時，敬拜有時。工作有時，敬拜有時。哎呀，我哋今日喺美國生活，大部分嘅人係5日工作。我們今天在美國生活，大部分人是5天工作日。所以我哋比以色列人仲幸福喎。我們比以色列人還幸福啊！我哋工作5日，佢哋工作6日。他們工作6天，我們工作5天。但係當我哋碰到週末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度過呢？但當我們碰到週末的時候，我們是怎麼度過的？當然你去享受你嘅嗜好本身冇錯。大家享受你的嗜好是沒有錯的。而中有啲人中意釣魚，有人喜歡釣魚，有啲人中意去跑步，有人喜歡跑步，或者有啲人同屋企人一齊嚟到度週末，或者跟家裡面共度週末。呢本身係冇問題嘅。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哋應該將主日分別出嚟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們應該將主日分別出來。主日係留翻俾主嚟到敬拜神嘅。主日是留出來給主敬拜主的。敬拜就係我哋同弟兄姊妹一同嚟到去享受嘅時間。敬拜就是我們弟兄姐妹一起來享受的時間。我哋同心嘅嚟到敬拜神。我們同心的敬拜神。我哋今日慶祝主日係一個禮拜嘅第一日。我們今天慶祝主日是一個禮拜的第一天。所以主日亦都係幫助我哋調整我哋生命嘅焦點。所以主日是讓我們幫助我們生活的一個焦點，幫助我哋專心嘅喺主嘅身上。幫助我們專心的專注在神的身上。提醒我哋神係我哋生命嘅主。提醒我們神是我們生命的主。我哋工作生活係以神為中心。我們工作生活是以神為中心。因為神係一切我哋祝福嘅源頭。因為神是我們一切祝福的源頭。因此因着神嘅信實，因此呢，因着神的信實，一場糧食嘅危機得到解決。一場糧食的危機得到解決。但係神唔希望以色列人忘記咗呢件事。但是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忘記這個事情。因此神吩咐佢哋留低一個記號。因此呢，神就吩咐他們留下一個記號，作為對神嘅恩典嘅一個隨時嘅證明。
就作為神對恩典的隨時的證明。我哋嚟睇33到35節。我們看33到35節。摩西對亞倫說：你拿一個罐子，盛一滿我俄梅爾嗎哪，存在耶和華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，亞倫就怎樣行，把嗎哪放在法櫃前存留。以色列人吃嗎哪40年，直到進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神吩咐佢嘅子民嚟到保存一罐嘅嗎哪。神吩咐他們的子民保存一罐的嗎哪，然後話將呢罐嗎哪存在耶和華嘅面前。將這一罐的嗎哪存在耶和華的面前。所指到嘅面前就係指到約櫃，所指的面前是指的是約櫃，要放喺呢個約櫃嘅裏邊。要放在約櫃的裡面。呢個約櫃大概係4尺乘2尺乘2尺咁大。約櫃大概4乘2乘2。喺出埃及嘅25章就講到製造約櫃嘅一個詳細嘅説明。在那個25章呢講到這個製作約櫃的詳細過程。約櫃係一個非常神聖嘅物件。約櫃呢是一個很神聖的物件。因為約櫃係代表神嘅同在。因為約櫃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。聖經話唯有大祭司1年1次嘅去到約櫃嘅面前。聖經說唯有大祭司1年1次的到約櫃面前。所以可能到日後嘅時候，可能到日後的時候，大祭司就會喺一啲重要嘅節期當中將呢罐嗎哪拎出嚟。大祭司呢就在眾人面前將這一罐的嗎哪拿出來，然之後展示俾佢哋睇。然後展示給他們看。呢罐嗎哪就好似一個實物嘅教材，這個嗎哪就像一個實物的教材，見證咗神過往對祖先嘅信實。見證了神過往對祖先的信實。神喺曠野期間嚟到去餵養佢嘅子民。神在曠野的期間來餵養他的子民。其實喺其他嘅場合當中，其實在其他的場合裏面，神亦都吩咐以色列人保存一啲嘅物品，神也吩咐以色列人呢保存一些物品，用嚟紀念神嘅作為，用來紀念神的作為。例如話，當佢哋過咗約旦河入到迦南地之後，比如他們過了約旦河到迦南的時候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堆起12嚿嘅石頭。神要求以色列人堆起12塊石頭。約書亞係當時嘅領袖。約書亞是當時的領袖。佢喺約書亞記4章6到7節解釋。他在約書亞記4章6到7節解釋。佢話呢啲石頭在你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，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：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？你們就要對他們說：這是因為約旦河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，約櫃過約旦河的時候，約旦河的水就斷絕了。這些石頭要作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。在約書亞記4章6節這樣說的：這些石頭在你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，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：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？你們就對他們說：這是因為約旦河的水在耶和華面前約櫃前斷絕，約櫃過了約旦河的時候，約旦河的水就斷絕了。這些石頭要做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。所以當細路仔睇到呢一大堆石頭嘅時候，當孩子們看到這一大堆的石頭的時候，佢哋可能會問阿爸媽、問祖父祖母，他們有可能就問爸爸媽媽、爺爺奶奶，然之後長輩就會述說過去嘅事情。然後長輩們就會訴說過去的事情。基於同樣嘅原因，好多人會建立一個紀念碑。基於相同的原因，很多人就要建一些紀念碑，嚟到紀念過去歷史嘅事件，來紀念過去歷史的事件，或者一啲重要嘅人物。或者是重要的人物。嗎哪除咗紀念神嘅信實之外，嗎哪除了紀念神的信實之外，其實亦都係見證咗人嘅失敗。其實也是見證人的失敗。我哋睇35節，我們來看35節，呢度預告咗一個沉痛嘅結果。這裡預告了一個沉痛的結果。經文話以色列人吃嗎哪共40年，直到進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以色列人吃嗎哪共40年，直到進來有人居住的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從埃及到迦南，
從埃及到迦南， 2個禮拜就可以到㗎啦。本來是2個星期的路程，點解佢哋要花40年咁長時間啊？他們為什麼要花40年呢？因為日後佢哋對神失去信心，因為他們對神失去了信心，佢哋怕敵人，他們害怕敵人，甚至佢哋建議話：哎呀，摩西炒個魷魚，甚至他們建議把摩西呢撤換掉，然之後另外再選一個領袖帶佢哋翻返去埃及。然後再選一個領袖帶他們回到埃及。嗰段故事記載喺民數記14章。這個故事呢記載喺民數記的第14章。結果神管教佢哋，結果呢神管教他們，讓佢哋喺未來嘅40年喺曠野嗰度兜圈，讓他們在未來的40年在曠野裡面兜轉轉，直到嗰一代嘅人冚唪唥都過去咗。直到這一代全部的過去了。所以一個何等悲哀嘅一個結局。這個是個何等悲哀的結局。但係喺目前嚟講，在目前來說，瑪拿提醒佢哋神過去嘅供應。瑪納呢提醒他們神過去的供應。呢度可以帶出第5個屬靈嘅功課。這裡呢可以帶出第5個屬靈的功課。就係話紀念品提醒我哋神嘅恩典。紀念品是提醒我們神的恩典。每一間嘅基督教堂都會有十字架。每一間的基督教堂都有十字架。十字架就係一個神嘅俾到我哋嘅紀念品。十字架就是神給我們的紀念品。當我哋睇到十字架嘅時候，當我們看到十字架的時候，我哋就自然諗到耶穌為我哋受死。我們就自然想到耶穌為我們死。所以有啲人中意帶個十字架喺頸鏈上面，有人就喜歡在脖子上帶個十字架，或者係將十字架放喺屋企裏邊。或者將十字架放在家裡面。除此之外，基督徒我哋亦都經常守聖餐。基督徒我們經常守聖餐。呢個餅呢個杯就係紀念耶穌嘅死。這個餅這個杯就是紀念耶穌的死。另外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中意收集一啲個人嘅物品。另外呢，我們也很喜歡收藏一些過去的物品，嚟到去紀念神俾到我哋一啲嘅特別嘅供應。也紀念神給我們特別的供應。例如話好多人中意將舊嘅相收集。很多人就喜歡收集舊相片。過去同家人、屋企人所影嘅相。過去跟家人一家團聚的相片。或者係你童年所住嘅地方嘅相。或者是你童年在家鄉裡面居住的地方。或者呢啲重要場合嘅相。或者些重要場合嘅相片。除此之外，呢，有啲人又中意收集所謂嘅剪貼簿。很多人喜歡收集的剪貼本。有冇人收集剪貼簿㗎？我們就是愛好收藏。所以除咗放啲舊相之外，除了舊相片之外，例如話有啲人可以收集BB 仔照超音波嘅時候嗰張掃描，或者是收集第一個孩子超聲波的相，或者第一次同屋企人去睇戲嗰張戲飛，或者是第一次跟家人去電影院看電影的那個電影票，或者係你第一張攞到嘅薪水嘅支票，或者是你第一張拿起工資的支票。我自己都收集咗呢啲舊嘢。牧師都很喜歡收有一些舊的東西。其中一樣就係醫院發俾我嘅信。其中有一封就是醫院發來的信。當時我冇收入。當時牧師沒有收入。生2個 BB。就生2個兒子。後來醫院全部將所有呢啲嘅費用全免。醫院呢將所有的費用全免。所以等於醫院免費俾咗我2個 BB 仔。現在醫院給我送了2個免費的兒子。當然要餵佢食嘢嘅。當然還要餵他們吃飯。然之後男仔食好多嘢，你知唔知？男子飯量大。所以無論係乜嘢嘅物品，不管是什麼物品，當你睇到呢啲物件嘅時候，當你看到這些物品嘅時候，就會諗起神當初對你嘅特別嘅恩典。就想起神當初對你特別的恩典。如此就俾你嘅信心能夠得到激勵。如此呢，就讓你的信心得到激勵。你知道神過去點樣帶領你？知道神過去是怎麼帶你。神喺將來亦都有佢嘅供應。神在將來也會有他的供應。因此我哋話，因此我們說，當我哋承認神係我哋供應嘅源頭嘅時候，當我們承認神就是我們供應的源頭的時候，我哋就能夠帶着一個感謝同埋感激嘅心嚟到生活。我們就可以帶一個感謝和感激的心。當我哋話對神感恩嘅時候，當我們說對神感恩的時候，
唔係在乎於我哋擁有啲乜嘢，不在乎我們擁有什麼，唔係在乎於我哋擁有幾多，不在乎我們擁有多少。重點係我哋要有一個正確嘅心態，重點的是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心態，知道一切嘅祝福都係從神而嚟。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來自於神。當我哋結束今日嘅信息嘅時候，我們結束今天的講道之後，我嚟分享一首詩。我想分享一首詩，呢個題目就叫做我心感恩。題目就叫我心感恩。呢個作者咁樣講，這個作者這樣說，佢話我為到嗰個埋怨晚餐唔準時嘅丈夫感恩。我為埋怨晚餐不準時的丈夫感恩，因為證明佢喺屋企，因為他證明他在家，佢唔係喺外邊，他不是在外面跟人吃飯，佢唔係陪其他人。不是陪其他人。另外佢話我為到嗰個埋怨要洗碗嘅年青人感恩，我為那個埋怨要洗碗的年輕人感恩，證明我嘅細路係喺屋企，證明我們的孩子在家裡，唔係喺街頭流浪。沒有在街頭流浪。然後佢話我為到要交稅嚟到感恩，我為了要交稅而感恩，證明我有工作。證明我有工作。佢話我為到需要剪草嚟到感恩，我要剪草而感恩，證明我有一個家。證明我有一個家。佢話我為到嗰啲對政府嘅批評嚟到感恩，我為那些對政府批評而感恩，證明呢個國家有言論自由。證明這個國家有言論自由。佢話我為到喺教會裏邊坐喺我後邊嗰個唱歌會走音嗰位姊妹感恩。我要為在教會裡面坐在我後面唱歌走音的那個姐妹而感恩。唔係你嚇，不是你們啊。佢話證明我聽覺冇問題。證明呢我耳朵沒有聾。佢話我為到每一日晨早嘈醒我個鬧鐘感恩。我要為每天把我吵醒的鬧鐘而感恩。證明我仍然活着。證明我仍然活着。當我哋專注喺我哋所有而唔係我哋所冇嘅嘢嘅時候，我哋就能夠向神感恩。當我們專注我們已有的東西，不是我們沒有的東西，我們就會向神感恩。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，我鼓勵弟兄姐妹們，當你離開呢個地方嘅時候，當你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，為到呢棟舊嘅建築物向神感恩。為了向我們這棟建築感恩，因為呢個係你嘅屬靈嘅家。因為這是你屬靈的家。當你坐到車上面嘅時候，當你坐在車上的時候，為到神俾到你有交通工具感恩。為了神會給你一部車交通工具而感恩。當你返到屋企嘅時候，當你回到家的時候，感謝神賜俾你一個家。感謝神賜給你一個溫暖的家。感謝神賜俾你有屋企人。感謝神賜給你美好的家人。當聽朝早你起身嘅時候，當你明天早上一早醒來，亦都感謝神賜俾你有新嘅恩典。感謝神賜給你有新的恩典。一切都係從神而嚟，一切都是從神而來。因此我哋要向神感恩。因此我們向神感恩。我哋同心嚟到祈禱。我們一起來禱告。一個神好多時候我哋專注喺我哋冇嘅嘢，過於我哋所擁有嘅嘢。好多時候我哋中意同人比較，覺得人哋擁有嘅嘢比我多、比我好、比我新。甚至喺呢一個兩個禮拜，下個禮拜就係嚟緊呢個禮拜五叫做黑色星期五，好多商家賣廣告嚟到去話俾我哋聽，我哋需要呢樣嘢嗰樣嘢，以致我哋常常為咗我哋所冇嘅嘢嚟到埋怨。我哋唔單止埋怨我哋自己，其實我哋係埋怨神。願神幫助我哋嚟到去存著一個感恩嘅心，過每一日嘅生活，知道我哋所擁有嘅一切，我哋嘅屋企人，我哋嘅生命氣息、工作、教會、弟兄姊妹，呢一切都係從神而嚟。最重要嘅，神你賜俾我哋有永恆嘅生命，以致我哋知道我哋每一日都係與神同行。神你供應我哋一切需用。神你保護我哋嘅出入平安，因此願意喺我哋要嚟迎接感恩節嘅時候，願我哋心存感恩過每一日嘅生活。主啊，是的，很多時候我們都像以色列人這樣子會埋怨，
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比较，觉得别人有的比我们多，比我们好，比我们新，甚至这个星期五叫做黑五，很多商家会打广告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缺那个缺，让我们更加的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可怜，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神你身上，知道一切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你而来。我们有生命气息，我们有家人的爱护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有食物，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更重要的，神你赐给我们有永生。愿意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，以致我们不会把我们领受的恩典看为理所当然。因为当我们要庆祝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衷心的来感謝主給我們的一切。聽我們這樣子禱告祈求感恩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的生命，聽我哋咁樣嘅祈禱感恩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名。